讓我哋同心嚟祈禱，願我口中嘅言語、眾弟兄姊妹嘅心思同埋意念，都得蒙上主嘅悅納。祈禱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阿門。各位請坐。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願我主耶穌嘅恩典同埋平安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大家好。使徒話：主果然復活了，已經顯現給西門看了。呢個係路加福音第24章34節嘅記載。根據教會年歷，今日係復活期第3主日。而禮儀年甲年嘅福音經課就係路加福音第24章13節到35節。經文嘅內容，頭先大家都聽到莫冠文牧師係讀出。咁呢，我呢度就唔重複讀出經文，只係扼要係闡述佢嘅大意。今日嘅福音經課總共有23節嘅經文。經文嘅大意係講到喺7日嘅第一日，亦即係耶穌基督復活嗰一日。咁呢個呢，就係路加福音24章第1節嘅記載。咁因為喺第13節今日經課嘅開始呢，佢係講埋係同一日嚟嘅。咁喺7日嘅第一日呢，就有2位門徒，其中一位叫格留巴。咁呢個18節記住咗個名稱嘅。佢2人呢，就前往距離耶路撒冷25里，相約係今日嘅11公里嘅一條嘅村莊，名叫以馬忤斯嘅村莊。呢個路途上高去緊。喺旅途當中，耶穌基督係主動嘅接近佢哋，同佢哋同行，主動向佢哋講解聖經，令到佢哋呢2位嘅門徒係心裏火熱。好可惜，喺同耶穌基督同行嘅旅程嘅時候，呢2位門徒就眼睛模糊。呢個係16節所講嘅，佢哋冇辦法認出耶穌基督嚟，直到佢哋邀請耶穌基督留落嚟一齊留宿同住。喺晚餐嘅時候，當耶穌基督拿起餅來，祝謝擘開，遞俾佢哋嘅時候，呢2位門徒嘅眼睛開了。呢個係30節嘅記載。呢個時候佢先認出耶穌基督嚟，但係呢個時候耶穌基督就從呢2位門徒嘅眼前消失。於是佢立即動身趕回耶路撒冷，向11位使徒同埋信徒報告喺前往以馬忤斯路上高遇上耶穌基督嘅整個嘅過程同埋經歷。而使徒都咁話：主果然復活了，已經顯現給西門看了。今日嘅福音經課，我哋如果要對喺以馬忤斯路上高門徒同耶穌基督相遇呢個事蹟，要俾一個標題嘅話呢，咁以下嘅標題呢，我哋可以考慮嘅，可以話係從眼睛模糊到眼睛開了，又或者係從迷惘去到醒悟，由迷失人生方向就去到重尋人生方向。扼要嚟講，今日嘅福音經課路加福音24章13到35節，至少對今日嘅我哋有以下3點嘅提示。第一點嘅提示就係話，佢顯明耶穌基督復活嘅真實。實際上喺今日嘅福音經課嘅前文喺前面嗰度呢，就記載咗婦女喺7日嘅第一日黎明嘅時候，去到耶穌基督嘅墳墓嗰度，但係佢睇唔到主嘅身體，而獲得天使嘅報信話，主耶穌基督佢唔喺呢度，已經復活了。當婦女諗起耶穌基督喺生前所講嘅說話，佢哋心裏邊就明白耶穌基督已經復活，而且呢班婦女就將呢個信息翻去講俾11位使徒聽。而彼得更加特別係前往墳墓，親自去觀看，但係只係見到一個空嘅墳墓，同埋裏邊剩低嘅細麻布。以上就係
路加福音24章1到12節嘅記載，亦即係今日福音經課嘅前文前邊。而13到35節就係記載兩位門徒喺以馬忤斯路上高同耶穌都相遇嘅事蹟。呢一切嘅記載正正係要凸顯同埋要顯明耶穌基督復活嘅真實性，因為耶穌基督嘅復活正係基督教信仰嘅核心要義之一，甚至可以講到係一個最重要嘅核心要義。正如聖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5章14節嗰度佢所講嘅，佢話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哋所傳嘅便是枉然，你哋所信嘅也是枉然。嗱，耶穌嘅復活正正係要表明，就係慈愛係勝於暴力，正義係勝於邪惡，光明係勝於黑暗，復活嘅生命係勝於死亡。嗱，今日嘅福音經課嘅第一點嘅提示就係話，要顯明耶穌基督復活嘅真實性，讓我哋再次重申今日福音經課路加福音24章34節上高所記載嘅見證。使徒話：主果然復活了。嗱，今日福音經課所帶俾我哋今日信徒第二點嘅提示就係話，由眼睛模糊去到眼睛開了，由迷惘去到醒悟，由迷失人生方向去到重尋確立呢個人生方向。晚唐詩人李商隱喺佢臨終嗰年，亦即係唐宣宗大中12年，公元858年，佢寫低咗一首傳世嘅著名七言詩，係《感室》。呢首感室詩係咁樣講嘅，佢話：感室無端50言，一圓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嗱，呢首淒美動人嘅七言詩係散發住一股好似謎一樣嘅神秘氣息，又好似係蒙上咗一層模糊迷離嘅薄紗。嗱，感室呢首七言詩可以講得話喺唐詩當中最淒迷美麗，亦係最難以解釋嘅其中一首詩。13世紀中國嘅文學家元好問喺佢嘅著作《論詩絕句》當中，佢曾經咁樣話：佢話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感室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只恨無人作鄭煎。嗱，元好問嘅説話大意就係話，感室呢首詩為人所喜愛，但就冇人可以確切指明其中嘅寓意何在，唔能夠作出最確當嘅解釋。嗱，近代著名嘅學者梁啟超先生佢咁樣話：佢話如果將感室呢首詩拆開嚟，叫佢一句句去解釋，佢可能連文意都講唔上，但係覺得呢首詩係好美麗。當代嘅文學評論家天津南開大學嘅葉嘉瑩教授，佢咁樣話：佢話李商隱嘅詩大家都認為係好難懂嘅，好似謎語一樣。我話感室呢首詩引起好多唔同嘅理解、唔同嘅解釋、唔同嘅説法。咁喺眾多説法當中咧，主流嘅解釋主要有兩種嘅。嗱，第一種就話感室係李商隱悼念佢心中嘅摯愛，佢嘅亡妻一首嘅悼念詩。嗱，第二種嘅解釋就話感室係李商隱佢追憶生命嘅過往以往，自傷年華老去，心中係惘然若失。頭先都講過，呢首詩係佢臨終嗰年所寫嘅。嗱，正如李商隱喺佢自己另一首詩裏邊所講嘅，佢話夕陽無限好，只是就近黃昏。喺感室呢首詩裏邊嘅第3、第4、第5同第6句，佢分別引用咗4個嘅典故。第3句所引用嘅就係《莊子齊物論》裏邊嘅莊周夢中化為蝴蝶嘅典故。第4句就引述《成都記》裏邊皇帝雲化為杜鵑鳥嘅典故。第5句就係點出呢個博物志，
第六句藍田日暖玉生衣嘅典故就出自《長安志》。咁咧喺呢首詩最後嗰兩句咧就比較上係清晰啲嘅。呢兩句就咁樣話：佢話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亦即係話回想起生命當中所遭遇嘅事物，唔單今日追憶嘅時候係惘然若失，其實即使係當時就已經係感到迷惘同埋失落。嗱，感失呢一首詩就道盡人生當中幾許嘅迷惘、失落同埋無奈。嗱，各位弟兄姊妹，人生在世，我哋每會面對到唔同層面嘅迷惘或者困惑。如果我哋心靈上高嘅眼睛模糊，我哋就有可能唔能夠正確評估所面對嘅情景、所面對嘅問題，係迷失咗方向。迷失人生嘅方向，甚至可能對耶穌基督或者對人生當中都好重要嘅信息，一啲嘅事物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大家諗下有冇一啲情況就係咧，有時人哋講一啲説話好緊要嘅，你當時係唔明白，事後諗翻我已經錯失咗時機啦。可能有啲人咧向你表達佢嘅愛意，但係當時唔明白，可能若干年後你再諗咧，就已經係時過境遷啦。大家可能會問，點解經課當中嗰兩位門徒會失去佢哋嘅理想，而陷入人生嘅迷惘當中呢？可能嘅原因之一就係話，耶穌嘅死令佢哋以為心目中嘅寄望已經完全落空啦，理想已經幻滅啦。耶穌喺十字架上嗰個死，令佢哋以為邪惡竟然係勝過善良，黑暗嘅力量係勝過光明公義。而以色列得贖嘅盼望已經係完全嘅破滅，所以佢哋由傷心失望、內心憂愁困苦，佢哋陷入人生嘅迷惘當中，係失去方向。進一步嘅原因可能係人咧有時咧對人生嘅出路或者對一啲嘅理想咧有自己既定嘅答案、既定嘅諗法。心目中咧有一個認為係最佳嘅 solution， 一個 model answer， 甚至我哋可能咧不知不覺間以為上帝嘅心意、上帝嘅安排都應該要照我哋符合我哋心中嘅期望同埋個答案嚟發展。唔少嘅門徒或者當時嘅人，佢哋以為耶穌基督要成為大衛王式嘅軍事強人。佢所謂尋求以色列得贖嘅盼望，就係佢哋政治上高能夠勝利獨立，軍事上高嘅勝利，一個強人式嘅彌賽亞帶領佢哋推翻羅馬帝國政府嘅統治。以色列人有一個被統治嘅亡國路，翻身成為光榮嘅可以自主獨立嘅統治者，一個獨立嘅民族。而呢位領軍嘅革命起義嘅軍事強人，呢位民族英雄就係耶穌基督。咁例證之一咧，就係大家都記得咧，喺12使徒當中咧，雅各同埋約翰咧曾經要求佢哋就話咧，耶穌基督當喺德國嘅時候咧，就要讓我哋兩個人坐喺你嘅左邊右邊。咁即係話咧，耶穌基督你係王，但我哋就要做左右丞相。走喺以馬忤斯路上嗰兩位門徒，佢哋被憂傷失望所困擾，陷入人生嘅迷惘當中。佢哋唔係冇聽聞過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嘅消息，因為佢自己話嘅，佢哋講嘅話，我哋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哋驚奇，佢哋清早到了墳墓那裏，唔見佢嘅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哋話，看見了天使顯現，話佢已經復活咗。又有我哋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所遇見嘅正如婦女所說嘅，只是沒有看見他。呢個係今日嘅福音經課22節到24節嘅記載。其實佢哋唔係唔知道，佢哋唔係冇聽過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呢個消息，只係佢哋信心不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唔願意去相信，唔願意去接受，即係當係謠言，當係傳聞。可能佢哋俾心中既定嘅答案所局限住，於是睇唔到耶穌基督復活嘅真實，而令佢哋陷入失望同埋人生嘅迷惘當中。佢只係睇見同
同埋肯定耶穌基督嘅死，而睇唔見喺佢哋面前已經復活咗嘅耶穌基督。佢哋唔相信別人所經歷基督復活呢個嘅見證。嗱，有時人點解會陷入人生嘅困局裏邊，或者喺一個嘅絕境當中呢？正正就係人自己有一個心目中嘅既定答案 model answer， 成功同出路一定係要咁樣發展。如果事情嘅發展同自己心中嘅期望唔一樣嘅時候，就覺得心情鬱悶，呢個困惑難解，覺得事事唔如意，上帝都唔看顧我哋，甚至傷心失望，嚴重嘅可能會信仰崩潰，甚至係指控上帝、否定上帝。人嘅自定出路，以為自己有最佳嘅答案，就規限上帝一定要咁樣作為。呢個經常就令人陷入人生嘅迷惘同埋絕境困局。有時偏見的確令人係眼睛迷糊，睇唔見真正嘅出路所在。而嗰兩位門徒就睇唔見眼前已經復活嘅耶穌基督。究竟點樣可以由眼睛迷糊去到眼睛開了，由迷惘去到醒悟，或者由迷失嘅人生方向去到重尋人生嘅方向呢？關鍵就係話你要認識同埋認出耶穌基督。呢個就涉及以下第三點嘅提示。我哋嘗試將好扼要、提綱挈領講出今日福音經課所帶俾我哋今日信徒第三點嘅提示。呢個就係話我哋至少有兩種方式咧，令到你咧係認識耶穌基督嘅，同埋與基督相遇嘅。第一點就係話你要認真嘅去查考同埋閱讀聖經。第二個渠道就話你透過教會嘅聖餐同主耶穌基督喺生命旅程當中相遇。今日福音課裏面嘅第24章第32節記載咗嗰兩位門徒、嗰兩位信徒嘅反應。當佢哋理解同埋明白聖經，包括從摩西同眾先知起，經常都指着耶穌呢個說話，佢能夠明白了解嘅時候，咁呢個係耶穌都講俾你聽嘅，咁就令佢哋心裏火熱。所以今日嘅我哋呢，我點樣認識耶穌基督呢？就係透過聖經，透過閱讀聖經，聖經裏邊所記載嘅耶穌基督，而你知道佢係你生命嘅主。另外，當耶穌基督佢祝福分餅擘餅遞俾門徒嘅時候，呢一切動作咧係預示住呢個聖餐。咁咧呢個就令當時嘅門徒，呢兩位門徒就開了眼睛，認出耶穌基督嚟。呢個係今日福音經課24章30節同30節嘅記載。綜順所述，綜合以上所講嘅，今日福音經課對我今日嘅我哋，至少有以下3點嘅信息提示。第一點就話佢要顯明耶穌基督復活嘅真實性。第二點就係話復活嘅主耶穌基督能夠幫助我哋，令我哋由眼睛模糊去到眼睛開了，由迷惘去到醒悟，由迷失人生方向去到重尋人生嘅方向。第三點就話俾我聽，今日嘅我哋可以透過認真嘅去查考同埋閱讀聖經，透過聖經、透過福音書去認識耶穌基督，亦透過教會嘅聖餐禮，讓我哋喺生命嘅路當中同耶穌基督去相遇。讓我哋用今日嘅祝文結束我哋今早嘅分享。我哋要同心嚟祈禱。上帝啊，你當受頌揚嘅聖子喺擘餅嘅時候向佢嘅門徒顯現，求你開啟我哋信仰嘅眼睛，使我哋喺佢一切救贖工作中能夠認出佢嚟，聖子和聖父、聖靈三位一體嘅主，唯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讓我哋安靜，讓我哋用心去思考同埋反省上主嘅話語、聖經嘅信息對我生命嘅啟迪同埋提示。阿門。耶穌係主，係復活了嘅基督，常與我哋同在，與我哋同行。願我哋同心一意，
以誠以敬，我哋站立喺佢嘅面前，向佢禱告。復活的基督開啟了門徒的心竅，使他們明白聖經。求主也是我們也在聖經中找到生命的道理，明了主在我們各人身上的旨意，並得着力量實踐出嚟。復活的主，求你憐憫。基督既願意讓門徒用指頭探入他的傷痕，使他們相信基督是復活的主。求主讓我們看到人類的世界也滿布傷痕，唯有緊靠主，世界才得拯救。復活的主，求你憐憫。若我們不相信基督已經復活，我們的盼望必要落空。求主堅定我們的信心，我們就能戰勝世俗和魔鬼的試探，作真實無涯的信徒。如此，我們的見證也會是真的。復活的主，求你憐憫。有光照耀的地方，就再沒有黑暗。求主的光也照耀我們的內心，如此我們就不再恐懼，不再有害人的歪念，終能成為一點燭光，縱使微弱，也能讓人見到基督。復活的主，求你憐憫。在我們身邊還有很多受着疾病纏磨的人，和身心感到疲累的人，我們為他們祈禱，特別為本堂教友吳思穎、吳榮恆、鄭家豪、毛仲文、蕭永儀、黃永欣、鄧李健夏、簡淑文、徐天佑、曾安邦、黃梁莊麗、鄧維芬、高繼標祈禱，求主賜平安，與他們同在，堅定他們對主的信靠。復活的主，求你憐憫。我們亦為離世的信徒和他們的家人祈禱，願他們在主國度裏永遠與主同住。復活的主，求你憐憫。為本主日教省祈禱還所關心的牧區祈禱，特別為聖馬可堂、為李國權牧師和他的家人，亦為教堂的同工及教友，特別該堂踏進65週年，求主繼續眷顧，使該堂正在推展中的各項福傳工作得以順利，特別為兒童主日學、家長小組、青少年團契、正能量敬拜隊、長者關顧和信徒領袖培育等事工，又為該堂所聯繫的學校，特別為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及李求恩紀念中學，為所有師生和家長，為以上一切，我們禱告上主。我們也為自己所關心的事祈禱。仁慈嘅主，全能嘅上帝，求你唔好因為我哋嘅軟弱而不聆聽我哋嘅禱告，因着你嘅愛憐憫我哋，垂顧我哋，應允我哋嘅禱告，直賴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佢係永活嘅上帝。阿門。咁我哋有少少嘅堂務報告，咁我哋好歡喜，我哋有40幾位，差唔多50位嘅牧區議員咧，都報名參加咗我哋4月26號之後嘅牧區議員退休會啦。咁請報咗名嘅牧區議員咧就記緊係準時參加，到時候我哋會有簡單嘅午膳同埋旅遊車去旅遊車翻嘅。咁嗰個係一個好靚嘅地方啊，好靚嘅小聖堂。如果大家
有去過嘅話，就知道好優美、好歷史悠久。咁讓我哋咧喺嗰度度過一個好好嘅退休嘅時間。下個禮拜係啦嚇，咁咧就期待。然後咧，咁本堂嘅導賞員係招募中啦。我見個日期咧應該係改咗做5月16號個導賞員嘅座談會。咁請報咗名嘅弟兄姊妹就留意翻啦。咁就參加呢個座談會。而洗禮學道班嘅時間，大家可以長見週刊。其他嘅活動咧，大家可以睇週刊，特別睇今日咧係主日學75週年同埋暨 JCC 籌款嘅嘉年華。咁咧今日完咗5堂之後，邀請弟兄姊妹都係出席，係有報名嘅都係出席去參加。而其他嘅活動同埋主日學嘅年度特刊同埋封面設計比賽，保羅堂成年部嘅要有光事工，大家都可以睇係週刊。特別咧而咁 Alpha 嘅信息啦，同埋婦女部會喺5月9號咧有一個係聖壇花藝示範嘅工作坊，咁係婦女節前一日嘅。咁第二日咧就係係母親節嘅前一日。咁第二日咧就係因為呢排過節過得太多，啲節咧全部咧棘晒埋一齊。咁咧就第二日5月10號就係母親節嘅聯歡聚餐，咁請弟兄姊妹可以報名係去參加啦。詳情條活動啦，同埋教省教區嘅消息，大家都可以係長閱。特別咧，我哋今日做仍然係有10本好書嘅閱讀運動。我哋有個攤位喺外邊嘅，咁今年好多書都係好好，咁有好多書我都睇咗㗎啦。咁咧就請弟兄姊妹咧都係踴躍去支持啦。你唔睇咧都買嚟送俾人睇嚇。咁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支持下我哋基督教嘅出版業嚇。咁其他嘅消息大家可以睇係週刊。